真係冇諗過爆升得咁誇張。復活節假期，港人出入境人次比前年翻咗1倍啊！4月20日星期日晏晝大概1點鐘，香港旺區嘅一條內街冇乜人喎。呢個數據解釋咗呢個現象。今年同過去2年嘅比較，復活節假期嘅頭3日啊，香港嘅淨流出人數由2023年嘅25萬到舊年嘅82萬到今年嘅85萬喎。呢位學者就咁樣講，而家北上消費太方便啦，加上內地餐廳質素媲美香港，部分甚至更佳，且價錢平。佢直言香港真係冇乜可以做到。佢建議香港嘅餐廳打8折，可以縮窄同內地餐廳嘅差價喎。我認為價錢要同內地價格差唔多，仲要好食，否則香港人可能都仲會傾向於北上消費喎。留港消費嘅朋友們，佢哋又做啲乜嘅呢？哇嚇！呢位靚女都幾開心，幾多節目嘅喎。你會做啲咩咧？除咗行山？燒嘢食啊，係咯，去下探，都係探屋企人多啲啦。呢位何同學好多功課做喎，佢點樣減壓㗎？出嚟玩啊！因為做太多功課都要放鬆一下嘛。有咩玩啊？嗰啲啊？行下街買嘢咯。來自內地嘅同胞們，佢哋嚟香港又有啲乜嘢節目啊？我們從深圳過來，我們有時候週末過來買東西就過來嘛。我覺得這邊有一些，比如說買相機啊，然後買那些包啊，還是挺便宜的，有的。10幾年冇睇波啦，琴日一時興起入咗旺角球場睇呢場足總杯4強嘅賽事，場波打到加時先分勝負，100蚊抵睇啦！全場有2000幾人入座，總收入大概係20幾萬，你覺得 OK 嗎？諗下，留港消費入場睇波，可能真係最抵最好玩嘅本地娛樂喎！內地嘅朋友們，你哋嚟香港通常做啲乜嘢㗎？你哋會嚟香港嘆乜嘢美食，買啲乜嘢啊？記住喺留言區同我分享喎！習慣北上消費嘅朋友們，內地有乜嘢美食係最令你難忘㗎？記住喺評論區要話俾我聽啊！